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姑，欢迎收看福起来。有人讲台湾最强的风景是人，其实台湾人最强的地方是多人，我哋有河洛人、有客人、有原住民，还有我哋新住民。其实我唔单止人种多人，我哋花式嘛鬼多人，每一种花式如果重要，每一种花式都出带一啲保存。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伊係對客家教學，佢有研究陳亞玲教授，還有一啲喺我哋客家話指導陳義健先生嚟到嚟現場，也是我哋首屆伊哋最近嘅主編呢，伊啲客語主題小書，我哋馬上嚟歡迎我哋兩個先生嚟到嚟現場，第一啲係我哋嘅陳亞玲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於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陳亞玲老師。然後伊啲係我其實係我嘅學子啦，我哋咧陳義健先生嚟到嚟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陳義健、許以健，我來自長治鄉。各位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我想請問一下我嘅咧陳亞玲教授，請問亞玲教授，你係咪客人啊？不是，我不是客家人。所以老師點頭是說，其實我心裡面已經認同了這件事情。表示我聽得到你講的話。可是你這個唔係客人都想愛做一件事情，而去做我哋呢客家話教學嘅研究咯。其實我剛接觸客語是民國96年，那當時是屏東縣要推客語沉浸教學。然後，我們當時的幼教系的系主任他是客家人，然後他想協助推動客語沉浸教學，那所以我是學幼兒雙語教育的，然後就希望我能夠加入這個團隊來幫忙。那因為幼兒雙語教育的話，它是孩子有一個語言的基礎之後再學習第二語言。那現在因為客家籍小朋友都不太會講客家話，所以他們會講國語。對，那他現在要重新學客語，好，那就是在雙語教育的範疇之內。對，所以我從民國96年就加入了這整個研究計劃，然後推到現在。那我不只是做客語這個部分，還有做原住民語，還有做本土語的，包括閩南語的這整個語言的學習跟復振的這個部分。對，所以應該是沒有脫離我的研究範圍太多。可是我哋咧線上負責都係我哋咧雙語嘅教學嘅一種研究啦，好比講怎麼樣去教雙語的一種方式。但你頭都有講，其實雙語嘅意思講我哋本身都有本地都有啲母語。對。然後變成然後我哋會有聽嘅一種發式嘅語言。那嗰個對人研究來講，其實我哋其他母語都係其實我哋替代法都係我哋嘅華語嘅，變成我哋嘅客家話，變成我哋嘅第二語言。對對對，就是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的，因為小朋友變成不會講客家話。嗰時變成講按呢一種教學方法，係咪講我哋要用華語嘅方法教一講客家話，是不是這個意思？我們現在用的客語沉浸的教學的方式，其實是在紐西蘭毛利語的這個語言潮這邊，已經全世界都非常知道這種的教學方式對於本土語的保存有非常好的成效。那我們想要就是移植類似的經驗到台灣的這個情境來。那比較不同的是，我們是運用目前既有的幼兒園來做，那所以幼兒園它有既定的課程。它比較沒有辦法像紐西蘭的毛利語完完全全從進去就完全的講毛利語。那客語沉浸教學的方式是，它現在有自己的一套課程。那我們進去的時候，我們是要求老師至少50%以上的時間必須用客語來進行溝通跟教學。那教學它不是教客語，它是教他平常就應該要學習的，譬如說一些生活自理，或者是學習一些體能遊戲啦，或者科學遊戲，或者是藝術方面的，那他只是用客語來教這個東西。對，那所以我們這次編的整個教材也是以幼教的課程為主軸。好，譬如說現在這本叫《矮胎爺》這本書哈，對，它其實是我們幼兒園它要升小學，那它有幼小銜接的課程。覺得他上小學的時候，他要了解小學跟幼兒園的一個差別，所以他其實本身是幼教課程，那只是客語沉浸的老師，他是用客語來上這些課程跟這些活動，所以他這是主要跟一般客語課比較不一樣的地方。那因為客語沉浸，當然也有很多客籍老師，他說他其實就是用客語來教，但是客語沉浸它有一個比較嚴格的一個規範，就是他至少50%以上的時間。就是包含你日常溝通跟上課的語言，好，然後還當然也有一些客語課，加起來
至少要50%以上的时间用客语来进行沟通跟教学，才能够算客语沉浸教学。所以这是我们整个客语沉浸教学的进行方式。那这个教材其实因为我们进行了10几年了，对，那老师他们有很多的创意的发想，跟一些很优秀的教案。那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常常教完了之后，然后老师可能就放在哪边，我们觉得很可惜啦。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从去年就开始有系统的去收集老师的优良的教学，然后当然他优良教学可能是文字版的，那我们会觉得说，既然教学这么优秀，那我们把它改编成教材，然后留下来之后可以给其他包含客语沉浸老师或者是一般客语老师也可以用，对，然后我们把它重新美编，再重新的集合他们的一些活动。对，所以我可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哈。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像矮台其实就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他做的就是幼小衔接的课程。然后那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故事嘛，对，所以我们其实刚开始是用一个小故事的方式，然后用一个它比较常见的句型跟单字，然后带出来这一课矮台这一课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其实就在比较小学跟幼儿园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他要上小学了，他要了解一下小学跟幼儿园的不一样，然后全部都是用客语的方式进行的哈。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其实是节录老师他的就是在上这门课的时候他的客语对话，把它记录而成。好，那这个小故事呢，就是让小朋友就有小故事来了解它主要的一个单字跟句型，然后这边我们会统整，就是我们这门课的主要单字跟主要的一个句型。那这就是这个礼拜或这个月的主轴，客语的主轴。对，然后这后面我们会有一个歌曲念谣。那这个部分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非常感谢屏东科技大学李志光老师哈。那他本身是学幼儿音乐的哈，他非常佛心的帮我们用了就是非常佛心的价格帮我们每一个就是念谣都做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曲子，好，然后我们 CD 也有，好，也许我们怡晶老师等一下可以表演一下。那这边我们会有亲子的学习单，那学习单主要是让孩子回到家跟爸爸妈妈讲客家话，因为我们一直相信客家话如果透过学校的传承是不会成功的，好，它会断掉。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亲子学习单的方式，让家长知道小孩子在学校学了什么客家话，然后可以让小孩子带着你一起运用我们学的客家话来讲客语，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会有一些教师手册，就是给老师一些建议。那这边有客语教学的建议，那这边有一般幼教老师的建议，所以它其实是融合幼教跟客语教学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教材。故事以屯一般的我能讲的母语教学，目前我拢只讲我哋母语教学有时候讲从不学单词，譬如讲罗佩的，逢罗佩。好座位，但是你把亚种东西，你不要听人的书里，我都等于讲人哋把人哋应該睇幼稚園學嘅東西，用客法來教。也係最重要。唔係講人哋特別好一啲，可能人哋生活地方唔會用到東西，因為人哋聽人哋咧母語教學嘅時候，佢常會發現一個問題，講譬如講人哋講茶嘅腳踏茶，生意其實冇講過腳踏茶，一貴嘅嘛唔會用，但是人哋等於都幫人哋平常人哋咧。幼稚園，上個課上，把它變成用客家話來講，而且要用50%以上嘅嗰種客家話，讓客家話沉浸式教學。其實我哋屏東人哋做沉浸式教學已經做幾多年咧，嘛做幾好，其實我哋嚟講我哋嗰度演示嘅嘛，來學譬如講屏東人用嚟教嘅沉浸式教學。佢重要部分係客家話部分嘅話，我哋咧事實上係用嚟配合嘅呀。首先我要感謝我哋嘅亞玲教授，伊實在幾用心。我說伊咪邊下，就講打電話本來講，邀請我叫我來合作嘅時間我一天唔會推辭，因為伊真用心嘛，伊好多年伊真來做我哋客家嘅事情，我感覺真是幾難得的，真是一個親和嘅教授。嗰種要把伊有伊喺我哋叫我合作，我當然講好啊，因為我本單都係客家人啊，我對客家人事物我也幾喜歡做。也寫書嘅部分，我負責嘅部分就係我同聲音嘅正音，特別教伊哋唱歌嘅。咁唔講正音嘅部分啦，如果譬如講我哋喺亞玲先生上面用華語寫係咪？你剛開始是用華語寫嘛？咁後來我哋喺詞先生錄啲把
我哋客家話用嘅詞係咪？一般我負責係教聲嘅講，因為講客話，錄音的在錄音嘅部分，一 CD 等於講一 CD 嘅部分，正音啊，特別嘅唱歌嘅，一方面係我嚟教。咁當初先生用寫嘅時候，應該係用華語寫吧？對，不過老師因為是用客語教。对，所以其實有一些老師，他其實，因為他就是用客語教，可是有的老師是客語講得很好，可是不會寫，對，所以我們剛開始都還是用華語把老師的一些教材的東西記錄下來。那記錄下來之後，我們是請一位老師先做轉譯。對，但是你知道客語很麻煩，就是轉譯過後，其實很多專家都有不同的意見。那我覺得怡菁老師他非常的有客語教學的經驗，而且他其實在客語的轉譯這邊其實也很有名。所以我們轉譯了之後，我們有請怡菁老師再幫忙看一下。那看一下之外，怡菁老師培育了很多小朋友，參加各種比賽都很厲害，所以我們當時在找那個錄音的人的時候，我們第一人選就是怡菁老師哈，然後我們請他幫我們找比較適合那個聲音比較有童趣的哈，因為我們畢竟是幼教的教材，所以比較有童趣，聲音比較亮的，然後發音又要非常的標準，我覺得這個還蠻困難的哈，所以包含唱歌啦哈，然後還有所謂的整個就是閱讀這些故事的整個文本的部分，都是由怡菁老師負責的。那他女兒也有加進來這個團隊哈，女兒是清大音樂系的，那在那個唱歌的這個部分的音準啊哈，然後配樂這方面都幫了很大的忙。所以我覺得現在做客語教材，它不能單只是有客語教學的人才進來。它必須融合很多領域的跨領域，譬如說我做幼教的教材，應該有幼教的專家進來，然後有客語的專家進來，然後有文化的專家進來，有音樂的相關的專家進來，我覺得才可以產出一個比較有高品質的一個教材。其實真的是我們做啦，因為我哋嘅專家真係向下來做一件事情，我哋嘅客家話傳承，那我繼續做下去。其實傳承客家話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嗰度有本小樹嘅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台節目我哋陳教授同人哋紹介一擺嘅客家話嘅教學嘅主題小樹。其實我哋提講。教做一本書係一件事情，但是讓我去教我哋聲音嚟講係一件事情。我哋講一百把客家話部分係我哋咧詞先生嚟負責，從那帶聲音嚟開始去編，去錄一本書嘅時間，有多多嘛鬼神奇嘅事情。一擺錄音嘅部分嗬，我選嘅兩個家庭嘅聲音咧，一共有3位。3位啊，地步又有一對喺阿姐特別露台。家爸家妹都係客家人，但係家爸係講海陸腔，阿妹係講南四縣腔。平常時也親手同細人嚟講客家話。那我而家細阿妹嘅，家爸係河洛人，家妹係漢人，講南四縣腔。唔過呢，平常時睇佢完全冇同細人講客家話。故所以你上開身哦，我睇去年1年時間，伊嚟講客家話，俾人感覺。就像阿咪嘅，佢講華語樣嘅，講到牙牙帶齒、筆數畫腳，相當奇妙。咁你哋聽的本身，你爸爸媽媽都漢人是蠻好好啊。聽嘅你爸爸係河洛人啊，佢貴嘅時間，讓媽媽可以聽練習吧。家妹媽唔識聽講客話啊。哦，嗰時對伊媽媽貴嘅媽媽媽媽教伊。冇睇聽講，不所以啊，安尼狀況之下，我哋去年嘅過程當中啊，當然。家感覺都會過辛苦，唔過也啥物聲音啦嗬，頭腦清好啦，反應也清潔，也更認真。佢說冇一句，佢哋都可以講清正版嘅客家話。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啊，你怎麼唔先一開始本地嘅基礎都改好呢？因為我想也啥物聲音啊，佢哋講話嘅音質啊改好，家長也改配合。其實有時先聲音咩先家長呢？家長要有認同，安尼話嗬。效果就會改好。嗰時佢爸爸喺河洛人咧，嘛認同嘅聲音嚟做一件事情。嗰時即講其實學教聲音嚟講用一把嘅詩啊，講到爭，其實冇咁簡單啦。有時因為我哋記講我哋客家話地方有啲咬字啊，所以我哋發音冇呀。咁像安尼東西能用嚟教伊咯。
因讲啊，就会不厌其烦，因去教，因看爱做戏，因讲俾人听。咁像人的戲，我哋有戲場嘛，嚇，人哋戲數有戲場，咁人哋戲數戲場裡邊錄音全部都係錄嘅聲音嚟錄嘅。唱歌嘅部分有3呢，對方時節錄伊咧兩個家庭，伊咧洗阿妹，伊咧洗起來安尼。我能講，其實講法夠簡單啦，唱歌夠難啦，咁唱歌嘅部分現場很容易搞啊咯。唱歌因為我平常時我真係真好唱歌嘅啦吼，所以。多唱幾遍對我來講，我唔會感覺講錯啦，吼，因為我好唱歌嘅。再來因為我摸嘅係音樂呢，所以佢也有天堂音準嘅部分。三個聲音咧，也過3萬個音準吼，所以佢哋3個聲音彈到這個 CD 出來嘅時候，彈到這個上映嘅時節，佢哋真歡喜，我也知道真有成就感，因為喺一個過程當中，佢哋學習嘅真多，吼，好比講客家語言嘅咁嘅。咁嘅正音嘅部分啊，佢哋比講啊清爽版嘅啊，哎呀，佢個安尼過程當中，俾人留下真美好嘅回憶。第講其實我哋咧詞先生吼，對我哋咧客家話教學啊，唔講喺我哋咧朗讀啦，我哋咧演講比賽，其實也指導學生嘅改動，嘛得到幾好嘅一個成績。唔知啦，你咪講，像咱哋對聲音佢是指導，對你來講，你睇你咪講，其實像啲東西係咪對聲音嚟教最好？當然啦，越寫越好啊！像有一個細阿妹，我3年生嘅時候，我都先去參加朗讀比賽。結果家妹同我講：楊先生啊，我妹完全唔曉得講，也談唔順呢。我講唔相信我。佢講做乜我有信心。我講因為我妹真好上我客家課，因為2年上課時都一天都錯題。我又發現到一聲音咧，也音質個好，我就因為安尼，所以我都選伊。結果呢，4年生嘅時節，屏東市朗讀比賽第1名，屏東縣又咩第1名，參加全國嘅比賽。所以我認為講語言嘅東西啊，你睇人啥係認同，寫人咧係很好，絕對都唔係問題。係，嗰度歸到我哋一開始節目一開始講到啲講，我哋而家歸到講學客家話方式啦，吼，譬如我哋咧朗讀比賽啦，譬如我即個外甥女，即個係其實係外省啦，吼，但是伊媽媽係客家嘛，但是伊平常都唔會講客家話，但是伊其實都有我哋同我哋母語教學嘅時間，伊都選了客家話，後來伊咪比賽啊，後咪又得獎，但是過小畢業以後，伊都完全唔會再講嘅。其實都等於歸到我哋頭到我哋咧現場講嘅變成講，我哋其實我哋有時我哋嘅客家話教育都變成講，後面都變成我哋學一篇文章會講，但是真實生活嘅時間唔會講。可是像我哋現場看我哋咧教書也可以教材，對你來講嘅話，一教材後面個天數我哋開始真實學習，我哋真實生活地方用嘅客家話，絕對有幫助，因為也圖書地方呀。你看佢嘅單詞，嗰佢一個情景，看佢嘅圖，全部都可以相應，同我哋生活可以有息息相關。所以咧，比學語言其實越寫越好，但係歌謠係真重要嘅，比朗朗上口，人亦歡喜唱久嘅個自然啲，比如我呀。跟頭當你可以講一個歌謠嘛，哈，所以把歌謠頭當老師有講說，我哋喺屏科大現場聽書嘅。請問一下，馬干諾聲音嘅歌謠啊？兒童的歌謠，其實我們的歌謠比較特別，我們都是自己編的。那我們編歌謠的主要目的是，我們把那個單字跟句型編在歌謠裡面。我們是希望透過他唱歌有韻律感的時候，他可以把那個單字跟句型本來覺得很難的，然後透過歌曲就學會了。對，那剛剛主持人有談到那個從小開始學的這個部分啊，我是覺得其實有很多研究也其實已經證實，就是說其實學習第二語言應該是真的越小越好，因為它有所謂的敏感時期這個東西，就是說它的語音發音的流暢度這個部分，就是它的譬如說你長大一點的小孩，他在講客家話的時候，有些語音它其實已經發不太出來了。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幼兒園階段的話，它實際上它可以學習的時間比較長。你以母語教學來說，一個禮拜只有1堂課、2堂課，其實你能夠期望他學什麼？如果說家長沒有配合的話，
其实小孩子到最后他可能学习到的是表演式的客家语，对，那他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会讲。那客语沉浸教学比较不同的是，它其实是落实在生活中讲，也就是一进学校的时候，包含早上的问候语、睡觉、吃点心什么，他必须用客语来沟通。那他这个教材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幼儿园都做主题教学，那它其实跟主题就是密切相关的，就是说他除了日常生活中之外，他今天进行一个主题活动，他整个主题活动就可以用客语来进行，所以他并没有妨碍到他一般的学习，那同时又学会了客语，所以其实是双赢的一个状况。对，那之前我们一直没有比较好的教材是针对主题教学，比较多是你这边看到那个客语真好玩，其实我们编的是日常生活用语。对，那日常生活用语它比较不是课程内的主题教学，那这次的是比较课程内的主题教学，对，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以前我哋通常以前我哋看到我哋客家话教學啊，有時都變成如果一開始啦嚇，我哋當我哋培養我哋一啲我哋朗讀啦，我哋演講嘅種人才，現在都開始慢慢地講，我哋係咪有一啲上課時間嚇，我有啲教材嚟上我哋嘅東西，但是我哋最大問題係咩啊？過去冇人講。所以仲有一部分嘅問題嘅話，我哋事實上因為有某個事情，有某個方法可以去改正呢個問題。更加沙皮啊！哈，我哋客家人嘅幼兒呀，有一種奇怪現象，唔同細人嚟講客家話，可比講啊，英文啊，我花錢去學嘅啊，細人嚟帶住嚟，都中斷嚟去，即個會講嘅客家話，我哋母語，我嚟傳承下去，而且嚟學下去。所以啊，造成青島細人嚟唔曉得講客家話，佢會講也講啊鐵鐵突突。有的甚至談唔實，安尼就去弄hết，人講觸類旁通。任何事情，學習一種對另外一種，可比語言來講，一定有很大幫助啊。可比講我這個生意來講啦，我講會六強，我先生佢哋講南西燕強，也公家婆從小提講日文，上面生意又講英文，故所我用個四五種話嚟講，我講佢哋。唔會講我哋混淆啊，咩講啊親好啊，將我細嘅就唔會一擺朋友參與一擺嘅音樂，即係歌謠嘅教唱。你看以會六強、四言強，全部都中國吸過啊。嗰時候我認為講其實一種心態，睇人啥輕重要，家庭輕重要，你生意嘅從細睇不開時間就按長，同睇人啥。同阿公阿婆接觸嘅時間按長啊，所以真是最關鍵。再來，我認為講我哋公部門客家委員會，佢哋要做學位費也做得清好，可不講佢哋咧推緊咧客家語言嘅傳承做得相當好。客語認證考試啦，又有傳統關，要到可別做那度清好，他講人個個認同做得清好。但係我就講誒。點解後生嘅家長冇咁嘅觀念？佢哋以為講學客家話做乜嘅咯？英文可以加分啊！客家話學嘅做乜嘅冇效果啊！我做乜同細嘢講咯？將把細嘢全部送去學英文，即個會講嘅客家話就按嚟學起嚟去，真是個啷係講客家話本單都係按嚟客家人嘅本分，一定要傳承。其實我這個係學心理學的啦，我自己去學心理學的。那其實嗰種都提講，其實一啲聲音嘅問題吼，你開始過自然嘅去接觸到無共樣嘅語言，吼，唔單止講客家話同方言，其實我哋係過唱啦，個可能英語嘅嗰種語法過一樣。一啲聲音嘅問題，你過自然嘅去接觸到嘅東西，對呀，大腦發展其實係過好。而唔會講一能單從一種方式嚟講，其實像我講我哋客家話。有嗰度音頭喺我哋咧發音模嘅和咬字的方式，那一道音頭其實後來你學日本話時間，你就發現到，以這種咬字的方式其實是跟客家話的某種咬字方式是很接近，但是是跟華語是比較遠的。所以說嗰種自然咧，其實有時人員講，做乜唔講嘅日本話，其實個標準係另外的本地嘅客家話地方都有嗰種發音嘛。嗰種其實用聲音嚟佢自然嚟學，佢度做無窮嘅話，其實對聲音嘅教育嚟講，其實嘛係過好嘅。聽見都講，我哋這個阿妹唱下嘅話冇跌嘅，其實睇錄下最好一啲教育嘅一個地方。
嗰時候可以睇錄下學客家話係一個最重要的事情。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嚟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咧陳教授同我哋講，客家話曾經是教育個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嗰陣我想問一下先生講，其實我哋今日生意咧吼，嗰種能背一本書啊，其實是學習唔到乜東西。唱歌嘛係啦吼，唱啊嘛真係嘛個跳，但是有乜個嘛有個神奇的方法表現嚟去學習客家話嘛？哦，我覺得小朋友的動機很重要，學習動機。所以如果能夠透過遊戲，而且是自主性的遊戲，小朋友之間玩的遊戲來複習客家話是最棒的方式。所以我們設計了桌遊，可以讓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間互相在就是下課的時間可以在那邊玩桌遊，透過桌遊的方式來學習客家話。咁也要桌遊嚇，因為我講，因為佢看到上面嗰種人大富翁嘅嗰種樣嘅，而係咪講我哋也有體會，我哋都可以行，係咪？你係咪同我哋示範一下？哦，可比講吼，今仔日用嘅小朋友啊，吼會獎金，佢贏嘅人先。啊，成日發現迄骰子標啊下嘅時間，迄就講5格，哦，記錄起跑點，記錄開始1、2、3、4、5，都行5步，哦，行到5步，就講唱歌誒，哦，幾個小朋友咧唱嘅，可比標啊唱歌嘅，記錄馬上來唱嘅哦，我來示範一下，前後左右中先鋒。6對名用歌屏東，前面從此同領導，後背女僕南北通。哦，記得仲有貴屬嘅歌嘅唱到係，哦，啊那唱起嚟嘅，你揾下啲小朋友。嗰時喺教嘅地方，我哋都一定要有啲最基本嘅客家話嘅基礎咧，唔單止要唱歌，因為我哋行到我哋唱歌，馬上都唱一條客家歌，唔本帶都開始我唱客家歌，希望行到也一天死路一條啊，係嘛？嗰種嚇，我冇辦法唱客家話一樣嘅呀。咁如果原地啊，都唔可以行嘅。如果等到他個人行喺一天咧，你能可以繼續係咪？嗰種唱嘅地步方係冇可能，我哋平常聽我哋大富翁地步用我哋咧機會啊、命運啊、機會、命運嘅地步，嗰啲用副牌係乜個牌啊？哦，我比講，而家嗬，今年小朋友，而且即係下嘅時間，一講行兩步都嗬，佢行到係講我履行嘅呢字卡，咁佢馬上就會講嘅哦。我比講，後來主持人行而家講嘅哦。你拿到係履行嘅字卡。錯，唔記得全部都係，咁如果講出來。啲咧檢查咩？錯，好，安尼你可以講佢裝修做得咧。啊個如果我哋在就在往外咩嗬，我要在標一下，我行3步。我行3步嘅時候，多多講客家話時間，不說我如果佢嘅地方出一張牌出來，我如果講我可比講我出到一張，我如果講妒忌，啊你唔曉得講，咁你唔可以賺錢咯，就安尼。故事等於講，我哋一排嘅地方所有嘅內容，都聽我哋呢寫書地方有講到東西。故事唔可以學會嘅，唔教也副牌，你都可以行嘅個順。如果講你哋教行一步，唔可能咩都講，我哋講啲客家話，冇得講一啲我哋客家地名嘅東西。咁所以我哋字牌啊，我哋設計嘅話，因為我哋想講，係咪話要配得教法？因為我哋嘅字牌地方本身都有同樣嘅東西，重複嘅部分。咁你話，嗰種嘛可以講我哋講心臟病嘅部分咧。可以。都等於講我哋把牌寫啊，他嘅人發啊，好我哋發到同樣嘅，譬如講我哋咧身上有發到妒忌。結果唔係接觸妒忌，我唔接觸妒忌，我馬上都先講，妒忌咪先講出客家話咧，越慢越贏嘅。咁像我哋做法嘅話，其實像先生即個人嚟講，對教嘅方式來複習我哋咧客家話係咪個好嘅方法嘛？主要我們會設計這些遊戲，主要是因為我們後來發覺小朋友學客家話，大部分是老師對孩子講。對，他其實已經形成一種老師跟孩子之間語言，可是小孩子跟小孩子之間不會講客家話。對，那所以我們會希望透過這樣的遊戲，而且要一個遊戲可以多種玩法，那老師才可以靈活的運用。對，所以這個桌遊主要的設計的理念是這樣。咁徐先生，這個本地有用過也為教材去教生人嚟講冇？是教過啦，也是這個也是去成日練習教過，知道個奇妙。一地步又唔單止講學客家話哦，還有動作啊，嗰邊地步又講，學
更加摕双片锁哦，双片锁时间我过久啊，故所以且唔过行哦，又要等对方又要再行加一边，等于讲伊连续到2边，又着迄动作讲比最神奇最家己的动作，故所以也地步呀搞也左右真是一套书我过垃圾去的搞亲神奇啦，等于讲再一摆来帮人过沉入。提供也地步搞个胆识啦，规个意境啦，体面啦，甚至国有方面，请问呢？刚刚有的问题，因为我哋冇能差不多20人格嘅呀，刚刚行係看一樣咯。如果走1圈，他会得到一个那个小饼。一个小饼。对，那所以如果你走了很多圈，就会有很多小饼，那最后就比看谁的小饼最多。咁也咁部分我真係都有啲建議啦，因為其實我發現到，其實我哋那個設計師嘅規劃，我哋那個客家話，可能日常我用嘅話，我哋我去嘅地方全部都係地方，但是做乜嘅行業可能係一個細餅，一個小餅啊，係咪可以？我希望我哋可以行業拿到一個泡頭公版啊、硬版啊、縫版啊，嗰種同我哋客家日本大陸有嘅東西做一個獎勵嘅獎勵嘅方法，譬如我哋行業我哋嘅小餅都換成一個泡頭公版反正我哋最慢還是希望你拿到。它可以配合你的教學主題，看你要用什麼回饋都可以，這樣。因為我哋隔壁有可能安泰啲人嘅油頭也係做乜用嘅呀？比如迄個太輕的左右，一般也細，我哋不用作風嘛。將個太我哋都不用聽啊下，本身人嘅產品，安尼太嘅細人嘅產品都改度可以改度人看，你左右嘅話也作風嘅細細啊你能量3嘅安尼。就等於係真人版的大富翁就對了，細人嘅指甲，都指甲做我本身都代表我指甲，然後我就行到一個地方，搖到某個地方我就都行到那甲，然後如果看下從嗰個欄目落去講一團客家話。咁你只係個神奇邊嘅話都可以全個人講全班人，他個人輪流嚟講也拖桌遊那些東西，唔單是桌遊，也地遊誒。對，其實主要是方便老師教學啦，因為這個畢竟只有幾個小朋友看得到，但是老師他可以帶着全班一起玩那個桌遊。對，像我哋今日介紹到我哋安好嘅書我哋個觀眾朋友想愛買嘅話，可以喺哪買啊？可以上網，就是網絡上面，它就是國家出版品就可以上網訂購。那五南圖書也可以訂購。問題係乜嘅計劃產生的一種作品？這個計劃就屏東縣政府它的一個主要是客語沉浸教學，它延伸出來的一個就是收錄老師優良教案的一個計劃，這樣子。嗰時變成也要計劃地方都產生也要作品，作品嗰種其他我哋觀眾朋友看到嘅話，如果希望可以拿過去幫我哋嘅生意咧，向下學客家話，如果可以賣過去。這種上面的一種搞好都可以用，係咪？對，其實家長也可以用。對，你可以看到它前面其實是故事，所以家長可以跟小朋友就講故事這樣。而且我們有 CD， 所以如果說家長不會講客家話，像我這樣比較不會講的話，他聽一聽其實應該也是可以哈。然後就讓小朋友跟他小朋友互動完之後，也可以讓小朋友邊聽邊自己看，也可以。係因為我哋最近有談到一啲你講，因為我哋調查講我哋而家差唔多20人到34歲人咧，其實佢哋存17%會講客家話，個生意咧都係要做廿後嘅時間，可能要當存1/3會搞生意嚟講客家話，嗰是17%再乘以0.3，那5% 多會講客家話，其實相同我哋咧市場講嘅。變成陸下冇搞生意嚟講客話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問題啦，像這個因為講我哋對我哋客家話嘅一種教學嚟講嘅話，這個嘛研究嘅，因為對未來，你希望我哋對我哋客家話嘅教學有乜嘅建議？其實就跟主持人之前有談到，就是說其實家長很重要，但是我覺得家長他一直沒有講，其實有3個大主因，第一個就是意識。說他沒有意識到你們客家話已經在消失當中，所以我們在跟家長聊天的時候，其實他並不知道客家話流失得這麼厲害。第二個就是認同的問題，有的其實我們在做客語教學的時候，有的家長還會客家人的家長還會來跟我們說，你可以不要再教小孩子講客家話，他講華語帶一個口音，對，所以他不重視這個東西，就升學上面來說，或者是以後就職就業來說。那最後一個就是行動的這個部分，有的家長是他覺得很重要，他也知道他流失，
可是他觉得很麻烦，因为小孩子不会讲，所以他变成他在很忙碌的状况底下，他还要把华语讲一次，然后那客语再讲一次，然后讲客语听不懂还要再翻一次，所以他觉得很麻烦。所以目前高雄市政府跟屏东县政府现在都有在做就是家长的培力计划，也就是他可能1个月固定找一些家长聚会一次，然后带家长做客语活动，然后跟家长说你可以怎么样透过游戏跟小朋友互动。那目前都还在持续进行，那效果也非常的好，因为这些家长他自己以后变成种子家长，他可以把这个概念再带给其他的家长，然后只有这种方式才慢慢可以带起其他的家长跟社区。那因为学校它只是一个角，它必须3个角，必须家庭、学校、社区3个角要合起来，才有办法把这种真的濒危的语言救回来。嗰種是先生，這個本身在教育嘅體現啊，嗬。你知道認為我哋客家話教育未來點樣去做啊？我有2點吼，我講這個看法，就係講第一點，將我哋學校教學語啊，每一個小朋友1個禮拜上1節課，1節課上40分鐘，我哋點嘅名來。本身嘢大下最久，雖然咧我學習嘅東西有限，講嘅也有限，所以我係認為講，總講1禮拜可以有3節到4節以上嘅課嘅話，我哋雖然學習係咪機會都可以多嘅，講嘅機會嘛可以多啊，我哋都會進步。第一點，我認為客家委員會真用心，2多年了，真用心嚟推客家嘅東西，也做得相當好。不過呢，我認為講政策係前台嘅推行力，也係最好嘅推行力。所以一天咧半日就後生嘅也就睇現實。我俾人哋講學客家話有乜嘅好處，就會講誘因啊，講升學加分啊，又係講下擺收入有乜嘅好處啊，安尼自然啲也就後生嘅家長，既然如果同生意講客家話，就會落身體無卡地步。安尼效果都出來呀！我哋講客家話真係有嘅巴士嗬。我有因為人因為講英文可以重要，客家話唔會加分啊，就業又冇法度可幫助到，所以人就安尼，所以感覺政策係真重要嘅。我知道人嘅最大希望就係講大家人啊做得歡歡喜喜學行語，快快樂樂真神氣，輕輕鬆鬆冇壓力，做到安尼境界就係最完美嘅。放假母語運動已經30年了，但是長久客家話運動把繼續下去。今日我哋該感謝兩位來到嚟現場同我哋講客家話嘅長久有安重要。感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睇下現場嚟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王振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設計導演屏東分會，佢係後輩2位先生係陳先生。今日對觀眾朋友做示範嘅呢係垂直升降，垂直升降呢係幫我訓練我哋呢2隻腳，讓呢有力量，我哋呢大腿有力量，我哋呢眼神呢嘅都會有法度強壯起來。我哋呢大腿力量都係我哋呢豐富嘅空間。今日同觀眾朋友做一個示範，首先呢我哋呢2隻腳要打開來，2隻腳打開來呢，同樣要平平。我哋呢手把掌呢向前面拿放起來，手把掌呢向前面拿放來，都有時間我哋平吼，對我哋呢肩頭開始變鬆轉彎，我哋呢手棍慢慢的轉翻起來。那過來呢，我哋呢手肩頭呢變鬆，手棍呢變強了，我哋呢手腕呢慢慢的變鬆，手腕變鬆，慢慢的下來的時間呢，我哋呢手指變強。手指變鬆嘅，我哋鼓下來過後呢，我哋天天嚟手把掌反掌，再撈放起來，我哋撈放起來嘅時間呢，再碰上去，
當我哋呢義工行，都有時間呢，我哋呢檢討一樣呢，我哋呢檢討喺表上翻到上嚟，檢討表上翻到上嚟，我哋呢書包裝向黑老闆，我哋呢兩個書包裝向老闆過後呢，我哋呢檢討一表上書棍吹下來，書棍吹下來過後呢，停留一下，我哋呢書包裝向兩邊左右，對傾出去，我哋呢書完節呢，停留，內面停留過後，我哋呢書字表上，在下天的下來，也係訓練我哋呢人講，書棍係我哋呢做事嘅所有嘅動作，都係利用書棍來做。我哋呢書係唔忙呢，我哋呢眼神做乜嘅都唔方便，所以我哋呢鏡頭標書棍標書慢慢嚟標，眼神放下來顧下去，顧下去過後呢，我哋呢書把裝搖起嚟，再捧上來過後呢，我哋天天嚟演唱出去。演唱出去到呢兩隻書，也當我哋呢義工下。當我哋呢義工過後呢，我哋停留一下，對我哋呢鏡頭，鏡頭開始向老闆，轉開來書棍慢慢地定對我哋呢書包裝呢向老闆嘅時間呢，我哋呢鏡頭一表上，我哋呢書棍呢會停頓地下來。書棍呢停頓下來呢，都有時間，我冇完全表出去，我哋冇完全出去係訓練我哋呢書棍，不以肌肉順勢。過來呢，喺我哋呢書包裝送出去，幫我哋呢運關節先停留一下，停留過後呢，幫我哋呢書棍打出，因為我哋呢書節呢有時間冇法度，關節冇法度打出，所以幫我哋打出。我哋呢數字在慢慢呢表上再下來，也係說示範嘅嗰個。注意嘅事項呢，觀眾朋友注意事項係哪隻嘢？注意事項係講我哋顧下去嘅時間，像譬如講我嘅書拿放起來嘅，我要顧下去。我書包裝向下擺，我要拿下去嘅時間樣咧，我要顧下去，我要徛喺下身位面放下去。有人會講放下去，要顧嘅時間注意哦，顧嘅時間我哋有人會對切頭安尼下去，唔係我哋對我哋嚟徛喺下，變天天嚟變下去，天天嚟變下去顧下去。有人講顧下去我會強棒，唔是強，我書變短，喺冇到顧嘅變嘅切頭哦。停頓咧，我哋嚟先顧一下。有人講我哋頭擺嘅片數係用顧得嚟嘅，冇像健康人用錯到嘅。頭擺人用顧做乜1000人可以顧，健康人唔可以顧，因為我哋用錯得嚟關係嘅。所以我哋按嚟顧係一方面訓練我哋嘅大腿，我哋嘅小腿。講我哋按嚟顧嘅時間，那唔會打到嘛？我哋嚟徛喺下，因為冇爽，所以我哋顧下會打到嘛。咁講顧唔下一樣咧，唔怕。我哋顧下去嘅時間，我係數，我一放就係放唔放，我注意一下，我講一樣嘅講嚟放起來會夠輕鬆。我係腳盤向前面，我係數長短天啦，我係思維要放起來，我兩隻腳一攬，我係思維面。放起來，我哋訓練我哋嘅大腿肌力，我哋嘅大腿肌力係有力呢，我哋嘅倉庫都有健康。因為我哋嘅大腿嘅力量唔係冇力，但係我哋嘅倉庫都會夠弱。我哋嘅倉庫弱呢，我哋嘅消化器官都會夠弱。我哋嘅所有嘅東西呢都強養好。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嘅眼神嘅狀況冇同樣，做乜嘅話安尼咯？因為個人嘅說法都會多問題，所以喺做嘅時間呢，我哋攞放起來，不管唔樣咧，我書拿放起來過後呢，我書包裝天天嚟向下擺，向下擺我對我胸前天天嚟變上來，往下去可能我徛喺下呢，變上。顧下去，
起來下表送古係，有人講我多安呢，我無法度表下嘢啊樣，我可以在方面嘛，可以。我都數把種、反種，在數把種撈放起來，我思維唔翹出去唔怕，我縮一下，我用兩隻腳一攬，我思維咪翹放起來，我對我眼神帶放起來，我數蹦放起來過後，我天天呢訓練。我做有數，有人訓練我把唔到按出，我有人的數據我按呢都按呢樣，我都無法突出的，唔怕，我慢慢的訓練到我耳講吼，疊對我耳講來，疊對我耳講，一方面係打本我鏡頭，比如訓練講我數，比如唔可以講肌肉，比如訓練，本我骨頭筋路夠強壯。所以也要注意哈，再過來我數把種反倒轉去，有人都數把種按嚟咬，其實按嚟咬呢，冇咬到我哋嘅鏡頭，我哋鏡頭要先表送，鏡頭表送，對我哋嘅鏡頭打開來，鏡頭向後擺打開來，打開來過後呢，我哋嘅數把數棍也會停到嚟行，我哋嘅數呢落拿上去。數把種呢，就向落擺過來，我哋咧鏡頭表送，講我哋咧數棍表送啊，都安尼，我哋停留一下，再數把種傾出去，再停留一下，停留呢，係幫我哋咧數節，同我哋咧熱數棍，比如表過吼。比如嘅私音，比如講啊，有法度我哋嘅數字，用嚟去鬆開我哋嘅數字，也係我哋數字個重要嘅運動嚇。因為我哋所有嘅舌頭呢，都係對數嚟做，所以今日觀眾朋友嚟注意嚟點對講啊，我哋咧放起來，同我哋咧卡拉下表下去嘅時間，要讓嚟顧下去，我放起來嘅時間，我眼神。向前面一些，思維咪放放起來，兩隻腳一攬，我同我眼神雙手呢都放放起來，放放起來過後呢唔怕，我天天呢壓放起來，鏡頭天天呢來轉下來，比如表送，安尼一次一次，我哋呢眼神一次一次都會個強壯，一次一次，他多講我哋要做到運動嘅時間。觀眾朋友，今日我哋關動作停到我嚟做哈。觀眾朋友，初到所介紹呢係垂直伸展，希望觀眾朋友呢聽到我哋嚟好好啊嚟做，好好啊嚟運動，安尼呢我哋呢眼神、我哋呢體腿都會個健康，希望大家人呢來聽我哋嚟運動，下一次哪來了。